欢迎收看《台语一年顿几啊个时间》，我是关边。唔知影大家敢有拄过跪地神的经验？一般来讲，拢是半暝啊暗时困到一半，想规身躯拢袂振动，连发出声拢无法度。捌拄过即款症头的人，应该拢会真惊吓。毋过过一日啊，即款症头就会恢复啊。若要为科学的角度来解说，即款症头叫做困眠麻痹。接落来我要讲的故事，是我家己亲身经历过跪地神的经验。是安怎要摕出来讲？是因为敢若用困眠麻痹这4个字来解说，实在是讲袂透机。发生代志的当时，我住伫个新北市的新店，嘛一定伫花市上班啊。我的伴侣伊有淡薄仔灵异的体质，毋过到我困，伊就会困甲真落眠。伊甲我讲，迄是因为我的阳气较重。虽然讲我的阳气较重，毋过咧困的时阵，我嘛拄过一寡无法度解说的代志。平常时咧困的时阵，我拢会甲所有的电火拢关了花。毋过迄天，我的电火煞有细拍火，袂记甲关开，就走去困啊。我是一个浅眠的人，所以困一下啊，我就互迄微微细拍火的灯光去刺激着，规个人就精神起来。就伫我想要甲火关了花的时阵，我发现我的手伸袂出去，甚至规身躯拢无法度振动，连发出声嘛无法度，单目睭闭紧尔。迄个时阵，我就甲家己讲啊，应该是拄着跪地神啊，紧甲家己讲，今仔日上班伤忝啊。就伫我安尼想的时阵，我边仔的细拍火开始变白光，而且愈来愈惨目，光度哪像比日头顶搁加3倍。我开始相信我是拄着跪地神啊！这个时阵，我伫心内测，是啥人咧甲我创治啊？伫我测了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后悔啊！害啊，真正害啊！伫器材火边啊，开始慢慢啊浮出一个人面。规个乌乌的人面，含即个火闭起来，看起来真奇怪。而且即个面又搁咧笑，即个面敢若就是柯南内底杀人犯还未现身之前，迄个看起来乌乌的红影。虽然你看到伊的五官，也毋过完全看袂出伊是啥。我咧想，迄个乌影应该是咧回答我较大心肝头的疑问。伊就出现，互我看一下。也毋过无现出伊的真面目，我知影我毋对啊啦，是你啦！我心肝头安尼想，为着我较多的态度甲行为道歉，雄雄迄个人影甲灯光拢消失去啊！我规个人冷静落来了后，发现我开始身躯会使振动啊！因为伤过着惊，我过5分钟了后，我较敢起身振动，我赶紧去放一波了，倒来困。因为明仔载佫有愈恐怖的代志，就是我佫要来花市上班啊！自从即摆经验了后，我就毋敢佫对好兄弟讲算笑啊，嘛知影爱对因有一个尊重的心。